我嘅夢幻廚房由 Takara Standard 開始。今次我要分享嘅係 Takara Standard 日本珐琅壁板嘅其中一大功能內刮花。Sam， 點解你廚房幅牆完全冇花痕嘅？因為我醒咯，有做資料搜集啊嘛。嗱 ，Takara Standard 日本珐琅壁板咧係用咗850度高溫燒製而成嘅，夠堅硬，唔容易刮花㗎。平時煮餸拋下鑊或者係啲廚具碰碰撞撞，梗會有㗎啦。但係因為日本珐琅壁板夠堅硬，所以都完好無缺。就算用啲好硬嘅刷、好粗鞋嘅清潔用品洗啊、刷啊，都不留痕跡㗎。早知我就跟你用 Takara Standard 日本珐琅壁板啦。我都好後悔廚房用咗不鏽鋼壁板啊！就算我點小心清潔，一樣有花痕，好肉赤啊！你依家考慮都唔遲㗎。用埋 Takara Standard 嘅磁吸配件仲正啊！磁吸力特強，又唔使轉窿，可以直接貼上去，仲可以隨意調動位置，方便之餘仲可以增加收納空間。好啦，跟住煮嘢食啦。花甲浸喺水入邊，加少少白酒等佢吐沙。跟住準備醬汁，將生抽、老抽、蠔油、砂糖、粟粉、酒、水撈勻。花甲凍水落鑊，放啲蔥同薑，煮到花甲開口。然後撈起花甲，落啲油爆香薑、蔥、蒜蓉，再加入豆瓣醬、花甲、調好嘅醬汁。兜好之後，放啲蔥花同埋辣椒粒，就大功告成啦！哇，勁香啊！咁惹味嘅辣炒花甲，做法完全冇難度，大家不妨試下啦！